首先我嘅又停一停。2025年11月26號，大埔王福園發生咗一場5級大火，燒咗超過43個鐘，奪走咗168條人命。爆火一位消防員殉職，仲有79人受傷，6人失蹤。呢場火災係香港主權移交後最慘烈嘅一場。願死者安息，受傷者早日康復。Rest in peace。呢件事讓我深深明白，安全唔單止係一個話，而係每個人嘅責任。背後有好多可以避免嘅問題，無料使用、失工管理、制度執行都需要更嚴格、更透明。作為普通人，我哋要記住呢個教訓，用行動守護生命，唔想再見到類似嘅悲劇發生。香港係國際深厚特色，係亞洲金融中心、國際貿易樞紐，又係中國同世界嘅橋樑。香港新界嘅青衣區係全球最繁忙嘅貨櫃港之一。青衣貨櫃碼頭同附近嘅有富次新能源物流、青馬大橋連接青衣同大嶼山，係香港交通嘅大動脈。近年，香港政府對新能源轉型態度好積極，目標係2035年前大幅減少碳排放，電動車普及係重中之重。政府大力推動快充站建設，充電標準嘅金融、電網升級同綠色能源配套，務求喺國際低碳競爭中 keep a leader。而今日我哋就嚟到青衣西路203號呢個地方，一個最真蛻變嘅地方。呢一度係青衣西路183號 Town Lot 203嘅延昌航拍。呢塊地以前係一個好普通嘅 petrol filling station， 而家空置咗好耐。政府已經公開招標改成 EV charging station。香港政府對新能源轉型態度好積極，目標2030年全港有3000個超速充電器，支援電動的士 e-taxis 同埋電動小巴 e-public light buses。青衣區地理位置好特殊，連接市區香港赤鱲角國際機場同多個大橋口岸，係好多本地司機同跨境車輛嘅必經之路。根據招標文件，呢個站最低要裝22個不少於100 kW 同埋3個不少於240 kW 嘅自流充電器，其中最少以 20% 充電器需要同時 support 中國 GDP 同國際 IC 嘅新標準，分別符合香港運輸署合作有記香港嘅內地電動車提供充電服務。更嚴格地係，每日下晝3點至6點高峰時段，必須保留11個不少於100 kW 同2個不少於240 kW 嘅充電位，專供電動的士同埋電動小巴充電，確保公共交通優先充電。充電價錢仲有 Selling Price 上限機制，唔會亂收費。另外，必須遵守機電署 EMSD 電動車充電設施技術指引同埋消防署 Fire Safety Guidelines， 要加裝 Fireman's Emergency Switch 消防緊急開關，確保充電設備唔阻塞緊急通道同消防設施。電網負荷要平衡 V2G Technology 同 Smart Load Management 都係關鍵，而且政府要求呢個站必須係2026年6月8號前正式運營，時間壓力好大。香港正努力嘅國際低碳競爭中保持領先，而呢個203地塊會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步。大家好，My name is Hong Monk。OK， 因為我廣東話唔係好流利，唔該晒。咁我好容易學，咁咧好容易講，唔怕丟臉先。
喺呢度啊，我哋就希望大家多多鼓勵同支持我，一齊見證我嘅進步，好唔好啊？多謝大家先。首先咧，我哋大家先睇睇呢個地方。呢個我而家嘅位置啊，其實你都睇到啦，係千億北呢個位置。點解我要嚟到呢度咧？因為香港咧做呢一件非常之了不起嘅。香港咧係第一個喺全世界咯，第一個國家同埋地區將人類誕生以來到而家就 petrol station 轉變為EV charging station， 就係電動車充電站。所以我覺得咧，我真係好感激，真係好榮幸可以見證啊，同埋參與到呢件嘢當中。係，因為我本身咧係China Mainline 就係咗呢個電動車充電站，但係咧都係呢個小地塊啊，你話就商場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嘅就 private land， 從美國係從來都冇睇到過，亦都冇遇見，就將油站喺China Mainline都冇，有加油站改變為一個充電站。OK， 我哋就先解少少做一個呢個video 嘅開始。首先咧有一個非常之我唔知道點講啊，就係呢個場大主個像今次啊我都希望我都話就好尊重啦，同埋敬畏嘅心情我就唔過係如果大家有知道呢個有冇睇法嘅當然係可以留言唔該晒大家。2025年政府咧公開招標千億pound Lot 203就係呢個啦。跟住呢個地塊嘅面積係1973.9平方米。招標就自為2026年嘅1月30日中午。佢嘅招標嘅銀金係100萬嘅支票。租期13年，50平方米嘅store shop。中標者咧拆除油站之後佢需要做一個文件。呢個文件係咩？英文名就係叫做 Pre-Development Decontamination Works， 就話係污染嘅清理同埋評估桶清理土壤同地下水污染。簡單嘅介紹就到呢度啦。我作為一個 charge station 嘅從業者，其實我建議營運商我根據招標要求就優先高流量區佈局，同埋加強防災嘅設計。就因為你都睇到旁邊就係個山坡上邊都有居民區，係跟住就做到另外就做到質量嘅過河管理。安全其實好重要，唔單單係充電安全，電力轉mạng嘅安全問題，佢係
高峰期嘅時候，充電高峰嘅時候，或者係得閒嘅時候，特別係高峰期，係去可能會被主謀嘅復和，就係復和嘅受到一定程度嘅衝擊。因此啊，我希望就係充電站同街路嘅線路嘅中間都需要有一個叫做我哋有個名詞叫做 V2G 呢個系統，係保護咧就protect 呢個 grid 安全係咁樣。另外咧，我哋又係呼籲就充電站華盈山係充電嘅時候，如萬一發生充電嘅出現嘅火災事件，咁咧有點方法咧可以最快嘅做到呢個安全，咁多人員傷亡啊，咁同埋車輛啊，咁就係周邊啊，就解說咁樣啦。大家最後大家可以回顧喺未來，如果呢都叫做嘅 service fee 就服務費嘛，服務費啊，超充應該俾幾錢啊？應該收幾錢啊？快速充電啊，應該收幾錢啊？咁樣啊。之前嗰陣咩？我睇到就其實我都去石油佬啊，石油汽油呢幫大佬啊，前輩啊，講下就真好搞，多謝都好講感謝你哋，為咗地區嘅安全啊、市民啊、經濟啊，做出嘅不少嘅貢獻啊，多謝呢班前輩啊、工作人員啦，哇！有車啊！203之前係應該係非常係嗱，呢個就係 Caltex。如果你知道香港其他加油站進行充電站嘅線索或者信息，或者有加油站嘅歷史照片古蹟，歡迎留言俾我。我會第一時間過去拍攝，共同記錄作為留念，一齊見證香港同轉變嘅每一步。203以前係一所油站，服務咗好多年香港人。而家油站關咗，地方空置咗好耐，最深實史同遺留。但呢一個改變唔單止係一塊地嘅轉變，更係香港能源未來嘅一步。希望新嘅充電站能夠安全、可靠、公平地服務大家。多謝大家睇晒呢集 ，Like、Subscribe， 下集見。願所有逝去嘅生命安息，亦願未來更安全。